乡亲继续要来看这个南投溪池乡公所举办着森林护育的行动，邀请着志工，伫个旧年火烧山的溪池尖山这个所在来种树啊，嘛来发放着2500丛的原生种的树栽，号召乡亲做伙来种树啊，打造美丽环境。 去年溪池尖山发生森林火灾，林务局南投林管处过来伫咧做水土保持、推动森林保育的工作。今年溪池乡各界拢真支持种树的活动。那在经过的这个将近1年的时间，可以看到这个区段呢已经是相对的稳定了。种树啊，一直要到溪池乡公所联合各界同齐做伙来种树啊，把烧掉的林木搁种回来。啊，主要就是要让咱的这个森林富裕哇吼，让咱的这个土石流吼，袂搁伫这个余时间才来发生吼。行政院中部办公室镇长蔡培辉特别来参加森林保育的工作。林务局南投林管处、溪池乡公所、各溪池乡环保志工的用心，真受到肯定。各位也担心，就是这有边坡的防护，就是讲望讲咱家的水土可以保持，那慢慢影响到学生上课的管理。虽然溪池尖山的地势较狭，不过大家同心接力方式，把树栽送去山顶来种，就是希望未来森林会当变甲真青翠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